好，呢一題我會分開兩部分嚟講嘅 A part 同 B1、B2啦，跟住剩低嗰啲3、4就可能擺埋另一條片度。咁啊 A part 比較基本啦，佢講咗兩個資料俾我哋啦，佢要揾 A、B correct to nearest integer 啦，記住係整數啦，即係意味住個答案都好核突下㗎啦。所以咧，我哋第一步咧 n 0等於0啦，塞翻入去。咁 A 負0.10減6負0.20，再加 B 等於0。由於前面零晒，咁即係 A 減56加 B 等於0，A 就等於56減 B 一式。咁有得一式自然有二式啦，第二條式就係 N4等於13。咁啊，塞翻入去啦 ，A 負0.1乘4，再減56負0.24，再加 B 等於13。sorry， 上邊做錯咗少少，上邊應該 B 做 subject 會好啲，所以應該 B 做 subject。咁啊，第二式 put 1 into 2。咁 A 呢 ，A 負0.4減56負0.8，個 B 就變咗56減 A 等於13。咁之後落嚟咧，抽翻個 common factor，咁啲無關同樣嘅掉晒個對面啦。減1，之後掉埋個對面一次個撳機。咁時間關係啦，咁我就睇咗答案㗎啦。咁佢個答案呢，咁當然你自己撳一次啦。咁佢45入之後就變咗54嘅。咁 B 呢？咁 B 當你計到 A 嘅時候，自然計到佢㗎啦。咁就係2。咁當然呢都係 correct to nearest integer，兩個都係。咁你篤計數機自己篤就正常嚟講就問題不大嘅。不過呢度呢，最煩就係因為啲數好核突啊。咁我奉勸大家就逐個慢慢撳機會好啲嘅。好，跟住會做埋 B1 嘅，同埋或者 B2啦，一次過啦。嗱，咁佢話俾你聽咧賺咗7蚊嘅 after selling a jet，咁每個月 manufacture 咧10 million，咁個 production cost 咧 jet 就2 million，所以個 profit 咧就係 PT 啦。咁 PT 叫你 in term of T 喎。咁咧上面嗰咁佢會賺7蚊啦，賣咗件 jack 咪700萬。咁啊個 running cost 咧就10萬。咁個 production cost 咧就2 million。